艺人黑人陈建州与范玮琪爱情长跑多年，在2011年终于结婚，也育有一对双胞胎菲菲、翔翔，一家4口感情十分融洽，也经常在社群网站上分享家庭，更将180平的豪宅打造成孩子们的游乐场。不过，黑人一直认为儿子要穷养，坚持儿子们懂事后就会严格执行。陈建州曾自认在家是扮黑脸的，采恩威并施的方法，向飞翔兄弟因抢玩具互咬，打架的话，他会把咬人的那方抓到角落罚站，并坐在离他们很近的面前，陪他们一起耗时间，目的是让他们感受到咬人就的面对黑暗中爸爸一直看着他的氛围，就算孩子撒娇，他也不会心软，更会要求攻击的一方要帮受伤的人擦药，让孩子体会到咬人就像要做7件事来偿还，让他们下次要咬人前就会怕长时间不能玩耍而不去做。而收藏不少名贵跑车的陈建州，也曾强调未来不会将这些车送给孩子，因为父母再有能力、有钱，都不能这样教育孩子，不希望这个变成孩子未来不努力的借口，因为儿子要穷养，女儿要富养。若飞翔兄弟以后想要开出去的话，他肯定会把钥匙折断，让他们只能坐而无法开。另外，陈建州和范玮琪更是采身教、言教双管齐下的方式，带孩子出门时会选择搭捷运代步，还会借机教育儿子要等到乘客全下车再上车。若孩子进到车厢兴奋吼叫，也会马上出声制止。但夫妻俩也会让孩子做喜欢的事，像儿子对艺术很有兴趣，用双手将绿色颜料用的衣服和脸蛋诠释，他们不会因此失控而破口大骂，因为他们认为教育可以不一样，选择遵从孩子做喜欢的事。